好啦哈。那陈某天恩师德、苏联恩德、前人大德几个也是苦心栽培，让候选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各位前辈共同来分享。那今天候选要分享的是路边渡人的流程与细节说明。那至于路边渡人的话，在我们宝光重镇我们道场已经行之有年。那候选是不知道在这边是怎样的。那当然，承蒙上方慈悲候选今天来做个分享。那渡人的方法应该大家都差不多啦。那所以候选只能够小小提一点自己的浅见希望说对各位前有所帮助。那可能着重的要点可能会在一些实务上这样子。那候选有分4个5个来做分享。那首先是从前言跟缘起那再来就是流程规划渡人的方法，那还有我们成功案例最后是我们的问题语言那讲到缘起那师祖老大人曾经云谈有慈悲说修办就是我们修办呢就是不离办道，那内圣外王就要相辅相成。其实这些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或许就不要再赘述了但是教化菩萨曾经有慈悲说你如果立愿不了会不会耽误三朝的大事？各位先生，觉得我们自己重不重要？你觉得你自己很不重要的，没关系，你可以举手一下。其实有人应该会，我觉得不重要，因为我刚才在讲本我也在，我可能今晚刚才还够顺还是讲我现在还是读小学、读中学、读高中的学生而已。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很重要的，可是我都接触过外面社会的教育一台大机器它是不是很多螺丝？就叫做螺丝如果缺了一颗小螺丝，那台机器会怎样？不一样的。会刚开始不会，但是到最后会不会？会很危险所以这个三朝的大事，如果缺我们这些小螺丝钉，请问一下三朝大事有没有在办？咱即马就是讲你倒咧厝困三朝的大事敢有咧办？有啊，或许应该讲台语来讲，不会是国台语。咱台南人就是这样好啦安尼较袂紧张啦那讲到这个缘起就是我们上天慈悲。那当然，我们宝光重镇有道务中心那规划，那就是要实施路边渡人。其实这个路边渡人在民国81、2年就开始实施了，到现在几年了？现在104年，对不对？那几年了？20几单20几年了。那候选当初也应该是路边渡人渡来的，只不过是因为刚好是熟识，所以不算路边渡人。都有熟识啦，所以不是很容易懂的。那也因为这样就是因应时代潮流的趋势，因为众生伫倒位，而且众生都伫倒位，众生伫倒位，众生伫外口众生袂主动走到恁兜讲，我要来求道有无？会不会说，我来恁兜拜拜？有没有遇过这样的？可能有但是多不多？不多或许很喜欢比喻恁家敢有咧做工课做生意的敢有？来恁做工课做生意是等人客还是你找人客较紧？找人客较紧这拢业情的。你做事业你要赚钱，你若去拜访客户对不对？你无拜访客户，哪有可能有？那可能赚钱是足俗气有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相对的没有功德有功德不是万能，但是没有功德嘞，对
没有功德的时候，冤亲债主拿来吹，万万不能。安尼会惊无？我看袂出你会惊。对。那我们上班特别慈悲因为渡人的方法这类似办道的方法，或者跟这个办道的方法就是可以变，但是原则不要变。就是道德殊胜可不可以变？不能变道德殊胜不能变，也不能把自己纡尊降贵，然后跪到最后什么？被跪下，我给你跪啊，你来拜干嘛呢？也没有嘛对，也不能纡尊降贵，降到跪下来去求人家来拜。也是要一个格的，但是我们方法可以变，可以变，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走动式行销，走动式行销，那顺便也可以制度渡人，制度渡人，那当然要有一个信念因为现在众生，这边有没有当过？已经当过银宝师嘛？这边都有嘛，大家都干部了关先生，那个仙佛也曾经讲过这个众生因为你怎么样而得救，而我们因为众生而成就。你说会不会？会因为我们道场，甚至这边的道场也一样，可能就像刚给人是讲的，有钱钱要离开了，对不对？可是如果他今天都没有渡人，都没有行功了愿，请问一下会成就吗？会成就吗？不会那所以我们为自己评个分如果今天不小心所谓意外叫做意料之外不小心，然后时间到了，然后现在我们就已经消失了。你觉得你现在可以稳坐莲花座的莲花果位的，请你举手。我唔敢举手呢，我嘛唔敢举。因为咱刚刚做不到，对不对？确实我们做不够，做不够因为我们做的搞不好还还不起，因为我们有七情六欲嘛，对不对？有个性毛病脾气等等的，这样子。好，那话说回来那流程跟规划第二阶段，那第二阶段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在路边渡人之前，现在就会开始讲实务了那路边渡人我们会有一个策划小组，策划小组是干部，干部的策划小组。其实今天待会可能会我们会有一点小小的实习一下，所以待会会征求志愿者2组到3组这样子，先预告一下。那我们策划小组就会规划活动。那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选定办道的佛堂，比如说某某坛主家，但一般来讲都是有心最重要即马讲要办道，你会主动举手的，敢有？咱要来办道上道咱要来办道，一般来讲都看别的前行，这样子。心有会心一笑对都认为说拎刀先拎刀先。可是要话说回来，其实如果真的要办到，应该多举手，因为仙温会使来到拎刀佛光普照或许原本不相信，也不太相信有这可以看得到仙看得到佛就是有形象的这样子可是后学很幸运的是，督到一位后学就是当导师督到一位那个阿桑，他是今年已经81岁了吧？他本身是那个马来西亚台湾人的安定尹顺阿姨他本身是9天玄女的遗躯，然后渡他不好渡，因为那个镰刀变变。我们那个黄坛主玉品甲狗单我拢都袂简单，知道为什么吗？你讲我拢知啦，我拢看有啦，
我知影有生活啊，但是我感觉我时间就无够啊，他的时间还没有到这样子啊，结果就是有一天啊，或许刚好到那边去啊，可能就姻缘成熟了。所以当银保师有时候真的是他跟你有缘。他说：“阿姨，你叫人家谁了那我来拜拜啊。那就讲2、3句，好啦，我今天我来拜啊。他原本都不拜的他原本都不拜的，就他拜成功。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些小插曲的，因为他的因为他那时候在求道的时候还有被稍微对不对？稍微附身一下，他说我其实我是没拜，他就是被他说他不用拜。等一下是跟他说对你不用拜，但是他需要拜，你离开他的身体，等一下是这样子讲，这样子，他说我是不用拜，就附身的那个是不用拜，结果后来他求道得到以后他的能力还在他都看得到，只要他家隔壁的黄坛主家他办道的时候，仙佛灵坛他就马上他就说门卡靠都没在卡了。因为等下是在念请坛经的时候他就看到仙佛一尊一尊的降下来。你家其他人我唔捌，迄门口靠袂使徛，你敢知迄仙佛来啊？我即马是我要徛倒面人做生意，你知无？徛倒面啊，是徛正面啊，你知无？那个阿善他对仙佛很尊敬，因为他看到的都是金甲神都是大尊的这个时候看起来真正。这是真正有当然，在佛堂仙佛灵坛有没有世界3彩的窍？可是我们可能看多了、看习惯了，就觉得习以为常。可是如果一个外面的人来讲，你相不相信？就觉得真的是有你家你徛在家，你拼啊！我就拍谁，就拍谁。好，那所以如果将来点燃是说，有没有家里人要办到请记得。有心最重要，你先举手。那如果按照正常我们会轮流，轮流。比如说老母大典，我们老母大典都有嘛老母大典各位之前有没有听说过？老母大典办到的话是多少？是几倍的功？有没有听说？有吗？提前列起来几倍？10倍10倍的功，老母大典那一天，你老母大典那一天请坛办到度人是10倍的功德。要老母大典拎刀要办到无？无要办到，请起来手录音机甲先来，对10个功德，你度一众等于10个人的功德这老母上天开。或许没有听说有取消或许当人才之后没有听说有取消。好，那第一个就是选定办道的佛堂。那我们时间安排就是安堂、大典、周年庆这3个。那安堂的话，现在当然被不点的可能太困难了因为我们今天只是讲到路边渡人第一步而已。那至于大典跟周年庆，应该大家都做得到。周年庆就是讲咱安等迄天，比如讲1月1号，那隔年的1月1号，或者是10年，你的佛堂已经10年了，或者5年，其实每一年都可以周年庆，所以我们才叫周年庆。对，每一年都可以周年庆，甚至可以利用仙佛的圣诞，来办。但是这有前置作业，平常就要跟人家处比隔壁干净他好的，那另外就是平常跟别人的应对进退，比如说朋友你都要保持良好的关系。现在目前为止你没有朋友的请举手，都有啦那朋友都求到的请举手，你看嘛也没有，就是代表还有朋友没有求到所以为什么会没有度不到人？我们只能说以免可怜要未到以免可怜要未到，甚至讲迄个咱讲干部嘛迄就是经济无好，做得不好。当然我们不能讲这种话，我们不